电影，即摆出去足佚路，即个时代大家看，哦，足有感觉的，再来看，哦，足赞的。搁过2年，搁过10年，搁过20年，袂记啊。若搁摕出来看，一款旧电影，搁摕出来看吼，你感觉讲，即个过时啊。一款旧的即个电视剧，你搁再看，过时啊，迄个毋是经典。唐的故事2000年时出版，到最近咱搁再重新出版，所以老实讲，这毋是新册，这迄种叫做旧册啊。上特别的就是讲，旧册搁再出版，即摆再看，逐篇无遐个认。咱即个时代人看，嘛袂感觉过时，无？一项物件，一项艺术品，一项文学作品，那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即个经验的人去看，拢会看出趣味，拢会看出伊的理想，袂感觉过时。迄就是一个作品。咱头拄仔听即个吴天嘛讲，做即个唐的故事是了足侪精神，钱的歹讲。你若看讲吼，这个头拄即个建国片吼，你就知影讲，迄个品质偌好。即个唐的故事本来2000年的时阵出版是36个故事，到38个有收吼。36个故事也分做6组6集吼，6集一集6个故事甲做一本册附带两块 CD。我讲，我定定人介绍这部册做2年嘞。我人介绍这部册，这部册时阵，我讲，这什么台湾的文学出版商是革命性的这个出版，革命性就是讲以前无人做过，有人做遐尼好的，这是革命性的。一本经典的作品，我再用革命性的这个做法来改出来，这是不得了的代志。2000年，咱讲不得了的代志，基本无啥人知。2017年的今仔日，咱也是讲，这是会当做历史性的记录。但是当我讲的呢，就真侪人讲，这本出版品为什么要讲革命性？这嘛是一种记录，记录讲吼，台语文学发展到当已经有淡薄仔成果。若叫人写台语文学，人讲你这文字无统一来。嘛叫人看台语文学作品，人讲我看无你这天书后龙字字在对毋对这边出版这部册，要甲所有的台湾人讲。你已经无理由讲不爱看台语文学，无理由无借口你若看毋捌这个台语文，会较有注解你若讲迄连注解都看无，阿伯学你啥都毋捌字，无咱来啥，咱用听所以用听用看搁再有注解，搁再来。原底讲你讲教路的看无，即摆用台路的，即个教路部这台路的嘛，讲互你看。台语的作品，台语文学作品，我定甲大家讲，甲我的学生讲，台语文学作品，甲咱熟悉的即个华文作品、中文作品，上大的无共就是一项，就是台语的文学作品。有声音的，安怎有无共呢？安怎有无共？这个重点足简单比的。咱头拄仔来看吼，看这个作品，一字一字读互你听，伊有跳字无？无跳字。安尼你听有吼？你若目睭闭起嘛看有，你若看字嘛看有，迄拢叫做台语的。我要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试者。你甲即马所有会当看过即个中文作品摕来读，偌好的作品，我迄阵捌坐过
高雄的即个台北的摕来读，无一篇会当用安尼去读的啦。为虾米？因为遐个华文作品，遐个中文作品，免讲吼，免讲文言文，就是即摆白话文的吼，你用听的，嘛听着，嘛无声音的，嘛无声音的，这就是咱台语文学作品上重要的所在，有声音的，有咱母语的声音。搁再来，我头拄讲啊，即几年来，这20-30年来，若无咱台语文学作品的这个发展，你怎样去看？这个主流的这个文学作品内底，上大的无共，就是迄咱外国文学作品，咱袂感动。为什么袂感动？因为内底无台湾味，听袂到咱台湾的声音。内底就一记咱台湾的故事啊，一套6部册，后囡仔故事，后浪漫故事，后婚姻的故事。后对土地观念、对金钱的观念，所有的50-60年代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技术，咱拢看会到。就来听每一个故事，你听到就讲迄个，我捌听过，哪会安尼说？有趣味，包括这个有趣味，这个价值观，咱咧讲我一部册叫做什么？要恢复，要找找咱。10年前的台湾土地上朴素的这个价值观，师傅讲了伤复杂去啊，伤学术开去啊。上简单讲就是，咱要来改变咱台湾的价值观，毋是改变，咱要来找出咱台湾人以前的价值观是啥？什么叫做价值观？对土地观价值观，对爱情的价值观，对金钱的价值观。也是对咱些安逸这个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咱已经差不多拢袂记。为什么袂记？因为咱读的这个价值观、这个文化观，拢是咱读册来，拢是读啥？中华文化、中国文化，读到要有孔子讲教的，咱会使讲，咱会使讲咱迄个咱阿嬷教的，咱台湾祖先教的，咱来一定爱用。中国文化，遐个儒家学所讲，你讲些大道理，甲你讲以前无啥爱听。我当作讲，文学作品好的所在，好的文学作品、经典的文学作品，就是要用故事讲互你听，故事讲互你听。所以我就要遮，用简单的话甲各位介绍。第一，伊是经典的台语文学作品。若无这个文学作品，袂当证明讲台湾有文学。咱要全世界人讲，台语文学就是咱这个世界的文学经典。安尼说，比落去，因遐个拢袂记。台湾人爱有自信，爱有自信。台湾人就是因为毋知这个故事，嘛。人知影，嘛感觉讲，迄敢对，因为咱前面学校读的拢遐中国文化，以前咱也读到，台湾农村，就是用中国农村的迄个价值观来咧甲咱读。中国什么以农立国，狗屁！台湾人的做产人毋是安尼去想的，台湾人的这个婚姻观念嘛毋是安尼去想的。所以我多谈一个才甲各位讲第一，伊是经典作品；第二，伊是革命性的出版。革命性的出版，我要付出足大的代价，足大的代价。第三，伊是咱要追求咱家己的母语的真好的方法，真好的方法。你会当起来会当听欣赏，会当读台语。会当学台语，咱也都袂晓，就真侪人讲，我要来参加迄个全国语文竞赛、全国语文竞赛，要来演讲比赛好，要来朗读比赛好。我讲朗读比赛上简单的第一个物件摕来朗读。你若袂晓朗读的时阵，无就用听，有诗三弹，有背默弹，足赞的，就照安尼去读。台语也好，台语文也好，台语文也好。用讲的也好，用写
骄傲的，安做骄傲的。另外，我讲过我的册啦吼，我这本册是咱台湾文学馆吼，即个台湾文学史长编33本，像安尼33本，每一本写一个议题，就是台湾文学史的议题。我负责的一部分就是文语文学的问题。我写一本册，册名叫做《字章》，甲迄只喙齿啦，甲迄只台湾文语文学的发展。足对啦，这本用中文写的，这本的特别就是自古以来，自以早到今仔为止，台湾文语文学、台语文学这么侪好的作品。捌写入去台湾文学史，学校无咧教，文学史无咧写。头一本写入台湾文学史，互人讲台湾文学内底有台语文学，有国语文学。第二，这本册嘛是甲大家讲，甲大家点现讲，咱对1980年代咱做台语运动，就是母语复兴运动以来，咱咧做的是啥物样？这内底咱会当看到，咱咧做台语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所在，咱会当看到讲，到底有啥物人咧参加台语文运动？内底有偌侪台语文的作家、诗人、小说家，因啥物伟大的作品？这内底有真好的语表，真好的册目，一本定价250块尔，足俗的。你嘛无理由讲无去买。你若关心台湾，爱了解台语文学、母语文学，你嘛会当去买。好，多谢各位。多谢老师。咱全就请总者来甲咱分享。大家嘛是讲声欢迎。今仔日只吼，教5年啦吼，我做一个教5，毋是宣言啦吼，教5感言吼，因为我拄好听200岁咯。我感觉真幸福，真幸福。而且几年时间，甲大家做伙，定下今仔日吼。在地环境吼，外口正常着吼，我规天啊，会使讲8个吼，毋过我感觉而且小确幸吼，遮个朋友伫遮做伙吼，感觉足幸福。因为较早开始的时，嘛无毋知咧有啥，89年、95年代，我读方面2个空空，我就开始安尼渐渐用吼。毋知我这下一讲会安怎？你看后，一个一直买，这个是真在做的，真侪拢是有参加会吼，有参加工会，有照下，有推荐，有购买，有听吼，所以今日毋是甲你，毋免甲你宣传啦，你在做伫遮，我毋免甲你宣传，你拢是头家分工吼，所以我免甲你宣传。不过要甲你分享我的情况，因为台湾无正当的社会。无正当的这个体制，咱一定无正当的事情，互咱有一个使命感，互咱有一个上帝，互咱的天公伯，互咱的任务，安怎？咱毋通去害下一代，咱这个任务就是毋通害下一代。过去咱无法度讲咱做生，赢不偌大无影啦，无咱今无安嘛吼，咱以后毋能够做咱的家庭问题。毋过上届迄个就是讲，咱即阵嘛是靠后一个咧改变，无咱嘛是后一个咧改变。总是咱一个嘛讲，咱将经过这段日子，咱为台湾做一件好代志，做了啦，咱真快乐。我朋友做做，大家听笑。刚才这部册我动用我个关系，拢甲斗相共，甲推荐写个有诶，你看，迄一本毋正册。有400个，按照这册就先
先买几条啊？连什么物件都唔知，就甲你买啊？迄就是啥？疼惜嘛，感情嘛。我唔敢讲，我袂使讲我会是写安怎吼，总是我有一个概念啦。什么叫做文学？因为咱较早拢从高中吼，到文学讲做写作文啊，吼，写作文啊，规篇拢你讲别人的话来引用人的话，迄毋是文学，毋是安尼讲。文学是啥？是要讲咱家己的人，咱家作文才听过物件啦。咱家己作文较特别的物件，甲人无共款的。即款物件，过咱作文啊，作文拢是过程拢无书写关系，无书写关系。因为咱是人嘛，咱的文字毋捌有书写嘛，咱的文字对无？写中国文，写日本文，咱的文拢无书写嘛。有真正书写是现代代志嘛。这个我提出来做来两个吼，算先行者吼。我听中文听吼，这嘛是特别听，这拢是咱家己书写的先行者吼。就像咱这个吼，进前第一本书写吼，有一个传道书，有一个什么吼，有一个念歌啦，遐吼，迄毋是讲家己第一本他创作的这个书写。是咱这现代教讲，我是创作，我是来写代志他安尼啦，写家己做过的代志，当然有世代吼会交替。我这个60岁吼，会感觉就是讲，因为我这个写我60岁应该写的物件，我60岁应该写啥？爱写阮顶一地的代志啦。我若分写别人后一地我就写，即嘛今日这作家吼，这个李新民家、孙中家，因来写因一地的代志，伊的语言啦。迄无共款物件，文学毋是讲你讲的这是代志，毋是安尼讲的。每一地有个变化，有个变迁，用伊的观点去写，迄就是传承嘛，相传嘛。我今日教导他们，我这个爱写的物件是啥？爱学的物件是啥？拄啊好，因为你讲物件，我若有台语来写，根本就我嘛毋知影通讲起。所以较今日对两种头家讲开开电视，开冷气开无爱吼，就个钱啊吼，钱吼，当然啦，我嘛讲真济人吼，过去如果讲真济人在咧讲，你在你演咯，无你听看卖就好无？你若听有无吼？我大概会信你啦吼，我大概会信你吼，因为我咧讲这个真信你这个文学观吼，理学观吼，我嘛会当讲这个。当然，我写的过程你会感觉，你拢草地人什么吼，这个含义无什么这个现代化吼，我嘛咧会信你吼。总是我需要来一个，你看我写挂电话，写到这样，写通常，迄就是要甲咱台湾人，我食米唔知米嘅，我食米哪来唔知？咱安怎定一地，安怎甲米吼？为安尼为这个鱼啊，甲切啊甲米。要来用，收的过程甲写落，因为我若有写来，别人也袂知。你若干来写这个代志，啥物看？所以编一个故事来写，一个小说。小工者嘛是，好工者，收成的过程，头先这个写落来，迄就是要甲这个记后摆无长记，无你今日讲用咱学术的写讲什么收工者，安尼无记，透过文学保留来，再来语言，迄一个话讲嘛袂晓讲，我毋是在你偌好呀。迄嘛是去找去问人去提考的，去挑请到人，才把迄个话保留来写。本来佫有出句话无效，我讲叶条即嘛透咱我讲叶条，我偏偏是啊，我偏偏无啥物对啦。不过较早有人讲叶条，我讲嘛无效，我透过文学保留来，迄嘛是保留的意思，嘛是保留的意思吼。即嘛对龙影吼，写漂话吼，有漂白啦吼，漂话就是。白话就是，即条漂话就是较无路来，即条来吼。嘛是土地啦，你本是土地老板吼。早迄讲就拢跳，即嘛就讲跳，迄就是时代袂变。即嘛咱拄仔这个阿希无，你写这个电脑编辑吼，然后迄嘛是共款啦。一个也有属于啥物吼？较早，迄嘛是阿希请无个价值，甲这个咱较早讲野牛，迄日本人讲，我
岁，干当年、家中当年就是讲，那是讲，虽然时代是安尼，毋过我做幸福。今仔日外口安尼真侪人为着台湾的未来，咱的有些是信人不死啊，大家真关心。咱如果咱两人，你们就蛮小气，蛮小气我讲才讲，今仔是真实的，好不要为难你。咱大家讲这是心安尼当时我唔敢，其实遮的人差不多拢好朋友讲过过啊毋过我讲，你会当报，敢报者，唔难我会切尔咱遮作家所写的物件伊是无甲遐好文讲，会当变成录音有声有听啦。毋过你嘛是爱去个读，咱在英文通大家来讲袂清楚啦。遮尔济即嘛人口这种国家济大家一块为这民众的方式来一块，听我一块，一块才听落去。我即嘛现在为什么一块？这真好个，搁来报食食一边咧搞迄落，上个你就是食出版社，你若出版社该听你什么样做啊？伊个会晓袂晓，咱的文靠抓你袂使，爱表演，所以有唱歌有练的，有做戏。这拢是靠考虑的现代化的做法。若无你今日去，人们大家都爱看啦，你看你是讲打三不五做生意就爱看啊，向嫌无嫌，我现在就表演人看嘛，表演人看。我感觉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趋势啦。这个应当在生产讲这个为即卖政治嘛，这个搁咱通过来讲，即卖政治是怎样？是文学，即卖政治。文学的主流政治是怎样？不是文学。我是懂的，你影响物件。咱即嘛，咱即个这可能都大现场拢袂晓明白内容会太简单，比较明白。迄个这个本土的事都有相关，所以若变做演员、变做影视、变做表演，这是即嘛运动的生活。我袂晓，我就袂晓。咱我来讲了，对人讲对人安尼我留下成绩。咱这个成绩回答，透过新的媒体、新的主持、新的搞帮助，我相信咱看到这个这个大幕我当中以前看所以也都是讲我感觉我是认真挺好的，非常大家。这就是咱这个文创表演会上我的这个感谢大家来参加。所来时间就是大家会使继续甲作者交流，包括咱第一本册，叫新闻作品集，或者是第二本册第二套这个发表故事大家可以发起现场，所以大家会使伫咧外口看到咱今仔日发表会这套册甲这个作品集，欢迎大家就是买册来看。嘛使咱作者怎么做，甚至你希望作者伫咧册去出来签名，就是大家当伫咧会这块来交流，所以大家参加，我一摆感谢大家。